我是细小哥哥，今日要来向大家分享的故事是一本，这个叫做《一世人的约束》，一世人约束。咱的主角叫做贾伟，看这个图应该是真清楚，看这个探听迄个镜吼，伊是一个医生，毋过同时间伊嘛是一个牧师，所以伊是医生又阁是牧师的故事，好，共款的念歌同大家分享。医生牧师救万民。两种身份若拢改认真，若用医救世是好人品，各宣告上主啊，行到顶啊。只讲医疗几多年。照顾这个患者是哪厝边？出院了后啊，少发病啊。万年来到咱台湾，这个乌脚的怪病啊，流传。小天斗周转，家族病院啊，有冤冤的好，故事就要开始啊。